大家都知道6·1兒童節係一個小朋友開開心心嘅節日，但係好少人知道兒童節嘅誕生係因為一場慘絕人寰嘅大屠殺。兒童節真正紀念嘅係150萬個因為戰爭提前去咗天堂嘅小朋友。亦因為呢件事件，中國嘅兒童節從每年嘅4月4號改成咗6月1號，直到今時今日，依然有好多嘅成年人都未意識到，原來兒童節唔係一個用嚟消費嘅節日，而係一個令我哋銘記歷史、珍惜和平嘅節日。就係咁樣一個睇起身充滿咗歡聲笑語嘅節日，背後承載住有幾沉重嘅歷史呢？又因為乜嘢不為人知嘅殘酷真相被刻意掩蓋咗呢？時間翻到1942年嘅6月10號，二戰時期嘅歐洲喺捷克一個原本寧靜祥和嘅小鄉村，就喺呢一日被德國嘅軍隊包圍咗全村，16歲以上嘅男丁同埋嬰兒全部被屠殺，剩低女人同埋細路被捉去咗集中營。你可能諗，既然被押去咗集中營，至少都仲有生存嘅希望。點解後來聯合國專門設立一個兒童節嚟紀念呢件事件呢？根據幸存者嘅回憶記載，喺集中營裏邊，呢啲小朋友被用作咗人體實驗，甚至被毒氣所殺。當時呢個慘案震驚咗世界，戰爭嘅殘酷連小朋友都冇得幸免。直到戰爭結束，原本以為苦難已經過去啦，但實際上好多小朋友都因為戰爭成為咗孤兒，流離失所。到處都有好多無家可歸嘅戰爭兒童，所以喺1949年嘅11月，當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喺莫斯科召開會議嘅時候，代表們睇到不單止係呢條村嘅慘案調查報告，更係整個二戰期間兒童遭受苦難嘅血淚史。被殺害嘅兒童超過咗150萬，流離失所嘅兒童更係以千萬計。面對咁沉重嘅歷史，與會代表一致決定，將每年嘅6月1號設立為國際兒童節，一方面係為咗悼念所有喺戰爭中死難嘅兒童，而喺同年嘅12月，中國將4·4兒童節改為咗6·1兒童節。然而，隨住時間嘅推移，6·1兒童節嘅真正嘅意義已經被越嚟越多人遺忘。大家而家淨係關心麥當勞、肯德基又出咩新嘅兒童套餐同埋玩具。喺我哋順德呢個充滿人情味嘅地方，我哋龍橋絲柱嘅梁購居店決定咗一啲唔一樣嘅事。當年梁博士喺1991年出資捐建咗梁購居婦人婦幼保健中心，出錢又出力，用咗實際行動支持咗順德嘅婦幼醫療。呢啲善舉都唔應該被遺忘。所以今年6·1呢，我哋唔單止為小朋友準備咗精美嘅小禮物，更加重要嘅係我哋梁購居故居呢個係一個有深厚歷史文化嘅地方，為每一個嚟訪嘅客人家庭講述6·1兒童節真正嘅由來，以及梁博士為家鄉建設勞心勞力嘅故事，等小朋友喺享受美食嘅同時，亦都能夠了解真正嘅歷史，學會珍惜而家嘅幸福和平嘅生活。呢個先係6·1兒童節真正嘅意義。除咗開開心心出去玩，我哋亦都要銘記歷史，珍惜和平。呢個6·1，你梁購居故居帶埋我哋嘅仔女過一個特別嘅兒童節。